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上卷第4章。所罗门王做全以色列的王，伊的人神记伫下面，撒督的囝亚撒利雅做祭司，示撒两个囝以利何列甲亚希雅做书记，亚希律的囝约沙法做士官，耶和亚大的囝比拿雅做元帅，撒督甲阿比亚他做祭司，拿单的囝亚撒利雅做总督长，拿单的囝撒布特做祭司甲王的顾问，亚希撒做宫廷总管，亚大的囝亚多尼兰做强制劳工的监督。所罗门伫以色列全地设立12个总督，为着王甲王的家族备办食物，每年逐个人共计1个月。因的名记伫下面，便互你伫以法莲山区，便伫甲伫马加斯、沙宾、伯示麦、以伦、伯哈兰，便希伯伫阿罗伯，嘛管理苏哥甲希弗全地，便阿比拿达伫多尼的全山地，伊娶所罗门的查某囝他法做某。亚希律的囝巴拿伫他纳、米吉多甲瓦郡撒拉但、亚述列下边的伯善全地，对伯善到阿伯米赫拉到约缅迄边，便基别伫基列的拉麦城，伊嘛伫基列的马西子孙埃尼遐个城，巴珊的阿尼哥别地的大城，共60座城，拢有城墙甲铜的门窗。伊多的囝阿希那达伫马哈念，阿希玛斯伫拿弗他利，伊娶所罗门另外一个查某囝巴示伯做某。户苏的囝巴拿伫阿瑟甲比亚略，帕罗阿的囝约沙法伫以萨迦，伊拉的囝示每伫便雅悯，乌利的囝基别伫基列地，就是以前阿摩利王西宏甲巴珊王国的地。另外有一个总督长管理所有的地区。犹大甲以色列的人口侪甲亲像海边的沙，因粮食充足嘛真快乐。所罗门管辖对幼发拉底河到非利人的地，直到埃及边界遐个国。所罗门在生的日，因拢进贡归顺伊。所罗门逐日需要的粮食，幼米粉5000公升，粗米粉10000公升，牛槽内饲的肥牛10只，草埔的牛20只，羊100只，还有鹿、羚羊、赤鹿甲肥的禽鸟。
伊统治幼发拉底河西平所有地区，就是对提弗萨到加萨这个王国。伊所管辖的全地拢享受太平。所罗门活伫下日，对但到别是巴的犹太人甲以色列人，拢伫因的葡萄树甲无花果树骹安然徛起。所罗门有40000间拖战车的马条，阁有12000个马兵。遐个总督，逐个照因负责的业份，为着所罗门王甲王宫内的人准备食物，连一项都无欠。因阁照因的职责，为着战马甲其他用途的马，运送大马甲草料去需要的所在。上帝赏赐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，互伊的理解力亲像海边的沙，袂娘直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所有东方人的智慧，甲埃及人一切的智慧。伊的智慧赢过所有人，赢过以斯拉人以探甲马哈的囝希曼、甲各、达代，伊的名声传到四围达国。伊做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。伊讲论草木，对黎巴嫩的碧香树到树仔顶发起来的牛膝草，嘛讲论走兽、飞鸟、虫豸、鱼类。列国的王听到所罗门王的智慧，就拢派人去听所罗门智慧的话。